留意睇，呢兩隻虎鯨係法國廢棄海洋公園入邊，佢哋喺滿布綠藻嘅污糟水入邊苟延殘喘。無人機飛過嘅時候，佢哋搏命起舞，淨係為咗換一口嘢食。呢兩個昔日嘅海洋明星，而家變成無人問津嘅棄兒。水池混濁發臭，食物只夠勉強糊口。而呢一切嘅源頭，竟然係因為一條動物保護法令。樂園因為法令關閉，4000幾隻動物被迅速轉移，淨係得虎鯨同海豚被留低等死。仲爆出虎鯨無端端俾人擠精，呢個到底係動物保護嘅進步，定係打住保護旗號嘅謀殺？而全球一次又一次救援失敗嘅背後，又隱藏住點樣嘅真相？2025年10月尾，一段無人機航拍片喺網上瘋傳，短短幾日讚好就破100萬，令全球網友直喊心痛。片入邊主角係一對虎鯨母子，佢哋所處嘅水池生晒綠藻，水色渾濁到睇唔清水底。兩隻虎鯨一開始冇晒氣咁浮喺水面，攝影師仲以為佢哋已經冇咗呼吸，直到無人機飛到頭頂，引擎聲先至喚醒佢哋，慢慢先有反應。跟住落嚟嘅一幕更加令無數人為之淚目。只見虎鯨母子跟住無人機移動嘅方向喺水入面翻騰跳躍，做出一連串表演動作，仲發出唔細嘅聲響。跳完之後，佢哋就對住無人機張開嘴，明顯係期待無人機投餵嘢食。但航拍無人機最終飛走，佢哋嘅希望始終落空，淨係可以喺細細嘅水池入邊茫然望住無人機離開嘅方向。呢段片一出街，好快就令無數人為之破防，大家紛紛鬧爆相關責任方唔作為。仲發現呢對虎鯨母子住緊嘅法國昂蒂布海洋公園，早喺2025年1月5號就已經永久關閉。呢座1970年開業嘅海洋公園，昔日係歐洲最大嘅海洋主題樂園，巔峰時期每年吸引過百萬遊客，9成遊客都係專登為咗虎鯨同海豚表演而嚟。公園命運轉折點出現喺2021年，法國政府通過動物虐待防治法，明確規定由2026年起全面禁止鯨豚類動物表演同繁殖。呢條法令令動物保護人士歡呼雀躍，但就令靠表演揾食嘅昂蒂布海洋公園陷入絕境。再加埋近幾年遊客數量持續下跌，公園經營狀況越嚟越差，最終淨係可以喺2024年12月4號宣布，將會喺2025年1月5號永久閉園。閉園決定好爽快，但園內4000幾隻動物嘅安置問題被一次又一次擱置。大部分體型較細、容易轉移嘅動物，好快就被其他動物園或者保育機構接收，但虎鯨同海豚嘅安置始終係大難題。呢啲鯨豚類全部係人工繁殖大，細個就住喺人工水池入邊，一早失去野外覓食遷徙同避天敵嘅能力，根本冇辦法重返大海。而且佢哋體型龐大，對運輸條件要求極高，新棲息地仲要符合特定水質水溫標準，唔係隨便一個機構就接受到。於是虎鯨母子同另外12隻樽鼻海豚就咁被留喺廢棄公園入邊，變成冇人管嘅棄兒。公園關閉之後，大部分員工都已經走晒，淨係得少數飼養員留守。佢哋冇足夠經費，淨係靠各界捐贈勉強維持動物基本生存。水池亦因為長期冇人徹底清理，藻類瘋狂生長，水質越嚟越差，食物供應斷斷續續。虎鯨母子因為長期營養不良，背脊都變得凹陷，精神狀態亦都越嚟越差。海豚就出現反覆繞圈游動嘅黑板行為，呢個係動物長期困喺狹小空間，精神極度壓抑嘅典型表現，意味住佢哋心理已經臨崩潰邊緣。甚至閉園前2年，已經有2隻雄性虎鯨相繼離世，而呢對虎鯨母子嘅命運似乎亦都向住同一個方向發展。冇人諗到昔日為公園帶嚟無限榮光嘅海洋家族會落到如此下場，淨係可以喺污糟邋遢嘅水池入邊默默等死。而呢啲其實只係佢哋悲慘遭遇嘅冰山一角，由明星變棄兒嘅落差背後係一次又一次命運嘅捉弄。呢對被困嘅虎鯨母子，母鯨名叫 Vicky， 24歲，佢個仔 Kajo 淨係得12歲，好少人知。Vicky 由出世到而家從未踏足過真正海洋，佢父母都係由冰島海域捕翻嚟。2001年 Vicky 出世喺西班牙南部海洋公園入邊，細個時候已經展現出超越同類嘅模仿能力。飼養員發現佢可以透過噴氣孔模仿簡單音節，於是由佢3歲開始，高強度訓練就變成日常，每日要反覆練習飛躍、頂球、跳圈等10幾個高難度動作。
正係呢段堪稱殘酷嘅訓練，令 Vicky 練到模仿人類語言嘅天賦。2018年，昂蒂布海洋公園聯同科研機構對外公布 Vicky 可以清晰模仿你好再見，甚至數字1到3嘅發音。呢個消息瞬間引爆全網，一度令 Vicky 被網友譽為最有靈氣嘅虎鯨，變成名副其實嘅頂流明星。嗰段時間，只要有 Vicky 嘅表演，昂蒂布海洋公園門票就會被搶購一空。無數遊客專登為咗佢而來，公園靠住佢賺到盆滿缽滿。但係光鮮背後仲隱藏住 Vicky 無處訴說嘅痛苦。長期圈養令佢活動空間被限制喺不足8平方米水池，每日重複機械動作，連轉身都要小心翼翼。更加唔好提好似野生虎鯨咁喺大海暢遊千里，比失去自由更殘忍嘅。仲有公園為咗牟利， Vicky 啱啱滿8歲，身體仲未完全發育成熟，就對佢進行人工受精。要知野生虎鯨性成熟年齡係12到15歲，過早人工受精無疑會對 Vicky 身體造成不可逆轉傷害。所以第一次受孕之後， Vicky 就出現嚴重現身反應，食慾驟降，精神萎靡。但係公園為咗保障後續表演，依然冇減輕佢訓練強度，而嗰次受孕最終都冇成功。但公園並冇就此收手，之後10幾年入邊， Vicky 被反覆進行人工受精，直到成功生下 Keijo。生咗 Keijo之後， Vicky 身體狀態更加一落千丈，頻繁出現胃酸倒流、牙齒磨損嚴重等圈養虎鯨常見病。就算係咁，公園都冇放過佢，仲要佢帶住細個嘅 Keijo 一齊做組合表演。但隨住法國禁演法令出台， Vicky 同 Keijo 失去表演價值，亦失去昔日優待。佢哋唔再係被細心照料嘅明星，反而變成棘手包袱。更加令人痛心嘅係2023年9月，Vicky 1、2歲大仔 Moana 突然死亡，檢查結果顯示死因係牙齒感染、胃酸倒流同舌頭感染。呢啲疾病都同長期惡劣水質、不當飼養方式有關。淨係隔咗半年， Vicky 5歲哥哥 Inouk 亦跟住離世。佢死因包括敗血症同誤食金屬異物。要知野外環境入邊，雄性虎鯨壽命可以達到60歲以上，但係呢兩隻虎鯨壽命仲唔夠野生同類一半。而 Vicky 同 Keijo 陷入如今絕境，除咗公園閉園同安置困難，仲有一個關鍵原因，佢哋根本冇辦法適應野外生活。好多網友見到佢哋遭遇之後，都提議直接將佢哋放歸大海，但係其實呢個方法行唔通。長期圈養生活已經令佢哋失去野生虎鯨基本生存技能。其實同電影《威鯨闖天關》入邊故事好相似，主角虎鯨 Kiko 細個被人類由冰島海灣捕獲，幾經輾轉賣到海洋公園，靠表演成為明星。電影爆紅之後，全球觀眾呼籲放佢重返自然，救援團隊斥巨資打造海洋復健中心，花幾年時間幫佢適應野生環境，最終將佢送返冰島海域。但自由並冇為 Kiko 帶嚟幸福，佢雖然勉強可以游動覓食，但始終習慣靠近人類，經常徘徊喺港口同遊艇周圍，冇辦法融入野生虎鯨族群。最後 Kiko 喺挪威一處淺灘感染肺炎，孤獨死去，淨係得27歲，比起野生虎鯨平均壽命短一大截。Kiko 嘅故事證明，被馴化嘅生命就算重獲自由，都好難搖返昔日野性。大海對佢哋嚟講早已經唔係屋企，而係陌生荒野。Vicky 同 Keijo 情況同 Kiko 類似，佢哋細個就住喺水池入邊，從未體驗過真正海洋，唔知點樣捕獵，亦冇辦法同野生虎鯨溝通交流。放歸大海對佢哋嚟講無異於送死，所以唯一希望就係揾到合適人工保育環境，令佢哋可以喺相對舒適條件下度過餘生。但呢個看似簡單嘅願望實現起上嚟難如登天。由公園決定閉園開始，相關方一直傾虎鯨母子安置問題，但始終冇實質性進展。政策真空，經費短缺，再加埋各方互相推搪，令呢對母子命運一直懸而未決，淨係可以喺廢棄水池入邊一日日消耗生命，揾到合適保育環境，成為拯救虎鯨母子唯一出路。輿論壓力之下，園方同法國政府終於開始行動，全球多個國家機構亦伸出援手，先後有3個安置方案被提上日程，但冇人諗到呢3次看似充滿希望嘅救援，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2024年初，昂蒂布海洋公園首先提出第一個安置方案，將 Vicky 同 Keijo 送去日本神戶須磨海洋世界，但呢個方案一公布就遭到動物保護組織強烈反對。經過調查，大家發現日本呢座海洋公園虎鯨水池面積淨係得昂蒂布海洋公園現有水池1/3，空間更加細，更加不利虎鯨活動。最令人擔憂嘅係，日本當時並冇禁止虎鯨繁殖嘅法律，而 Vicky 同 Keijo 一旦被送過去，好大機會會被強迫繁殖，繼續遭受圈養同剝削。所以法國動物保護人士好快發起大規模抗議，鬧爆園方為咗快啲甩身，不理虎鯨福利，將佢哋推去另一個地獄。強大輿論壓力之下，法國政府最終介入，以唔符合動物福利標準為由，叫停呢個轉移計劃。虎鯨母子第一次救援嘗試就咁喺爭議之中失敗。第一次方案告吹之後，法國海洋與生物多樣性部秘書公開向全球指責保育計劃，希望為虎鯨母子揾到真正合適嘅新家。2024年4月，加拿大新斯科舍省鯨魚保育計劃團隊遞交一份長達93頁詳細計劃書，呢份計劃好快得到法國環境與可持續部檢查團初步推薦。呢個保育園規劃非常理想，計劃興建40公頃海洋保護區，模擬虎鯨原生冰島水域環境，令佢哋可以喺相對自由空間生活，仲可以保留一定社交同活動能力。為咗推動呢個計劃落實，知名動物行為專家珍妮古道爾博士、法國嘅探險家尚米四、庫斯托都親自寫信俾法國官方背書。全球無數網友亦喺網上為呢個計劃發聲，希望為虎鯨母子境況帶嚟轉機。按照鯨魚保育計劃設想，佢哋會喺2025年夏天完成保育園建設，趕喺2026年法國禁令生效之前順利接收呢對虎鯨母子。而且團隊特別強調 Vicky 同 Keijo 祖先來自冰島水域，佢哋種群本身適應較冷水溫，加拿大保育園水溫條件完全符合佢哋生存需求，唔存在所謂水土不服問題。但就喺大家以為事情會順利推進嘅時候，2025年1月，法國政府正式拒絕呢個計劃，俾出理由有兩個：一係加拿大保育園仲未起好，趕唔上公園1月閉園時間；二係加拿大水溫太低，唔適合細個喺南法生活嘅虎鯨母子。呢個結果令所有人感到憤怒又無奈。要知保育團隊一早明確講明完工時間，而水溫問題更加站唔住腳。要知 Vicky 父母都係住喺冰島海域嘅虎鯨，對水溫適應能力比較強。呢個睇落都似係法國相關部門推搪支持。於是第二次救援計劃亦宣告失敗。兩次計劃失敗之後，園方又緊急聯絡西班牙加那利群島某海洋公園，雙方好快達成初步協議，計劃2025年4月將虎鯨母子轉移過去。4月10號，運輸團隊已經抵達法國昂蒂布海洋公園，做好所有運輸準備，包括專用運輸容器、水質調節設備等，淨係等將虎鯨母子送上前往西班牙專機。但就喺呢個關鍵時刻，西班牙政府突然介入，以新公園硬件設施唔符合鯨豚類動物飼養標準為由，拒絕接收呢對虎鯨母子。呢個突如其來變故令所有人措手不及，運輸團隊亦淨係可以無功而返。3次安置計劃，3次意外告吹，日本去唔到，加拿大被拒絕，西班牙臨時變卦，虎鯨母子出路被徹底堵死。更加令人匪夷所思嘅係，2025年8月仲有媒體爆出，發現有飼養員為12歲細虎鯨 Keijo 進行人工擠精。園方俾出解釋係為咗避免 Keijo 同母親 Vicky 亂倫，但係呢個講法好快遭到專業海洋動物學者質疑。佢哋表示，圈養環境入邊從未聽過為避免亂倫而做人工擠精操作，呢種做法淨係計劃人工受精繁殖先會出現。而根據法國同美國當時法律，人工繁殖虎鯨係明確違法，但日本當時並冇相關禁令。更加巧合嘅係2025年8月初，日本唯一雄性虎鯨啱啱過身，令好多動物保護人士不得不懷疑園方所講避免亂倫只係借口，真實目的可能係向日本方面出售 Keijo 精液，從中牟利。就算園方堅決否認呢個猜測，但因為冇提供合理解釋，呢個質疑始終冇平息。而同虎鯨母子一齊被困嘅12隻樽鼻海豚，佢哋同樣喺閉園後混濁水池入邊度過近9個月艱難時光。好彩海豚安置難度比起虎鯨低，經過法國政府同多家保育機構協調，呢12隻海豚於2025年9月8號正式被轉移至法國博雅勒野生動物園。
據園方後續公開信息，新棲息地配備符合歐盟標準大型恆溫水池、水質實時監測系統同充足活動空間，仲安排專業獸醫團隊同行為訓練師幫海豚逐步適應新環境。目前海豚群體精神狀態明顯好轉，黑板行為大幅減少，飲食同社交活動亦都逐漸恢復正常，成為呢場閉園危機入邊為數唔多嘅欣慰結局。直到2025年10月尾，嗰段無人機航拍片爆紅，虎鯨母子命運再次受到全球關注。法國政府亦因此感受到巨大輿論壓力，正喺重新考慮合適保育園方案。動物保護組織亦持續發聲，呼籲法國政府快啲攞出切實可行方案，唔好再令呢對可憐母子繼續受苦。2025年12月，虎鯨母子命運終於迎來關鍵轉折。法國政府12月初正式做出決策，批准將 Vicky 同 Keijo 轉移至加拿大新斯科舍省鯨魚保護區，並同 WSP 達成合作，制定相關轉移策略。園區亦幾個月以嚟首次為虎鯨生活水池進行全面清理，清除大量滋生藻類，修補部分池壁裂縫。Vicky 同 Keijo 生存環境因此得到初步改善。而加拿大方面，鯨魚保護區需要2026年夏季之前完工。呢個項目獲得新斯科舍省政府土地租用批准之後，亦一直持續推進資金籌集同建設工作。目前已經完成核心水域設施基礎交足，配套醫療監測中心亦進入設備安裝階段。不過，就算官方決策落實， Vicky 同 Keijo 轉移仍然面對多重挑戰。一係長途運輸風險，跨洋運輸過程中，虎鯨好大機會因為環境突變噪音刺激，產生嚴重應激反應，需要專業團隊定製恆溫運輸容器，並全程實時監測健康指標。二係時間緊迫性，動物保護組織已經多次警告，園區設施老化問題一直冇根本解決，可能導致水質二次污染，而虎鯨長期營養不良狀況亦都未完全改善，背脊凹陷問題依然存在，所以必須盡快完成轉移。三係資金缺口，加拿大庇護所建設同虎鯨運輸總預算超過1170萬港幣，而目前仲有部分收尾資金未籌集完畢。截至2026年1月，虎鯨母子轉移方案仍在細化完善。法國政府同加拿大團隊已經建立每周溝通機制，同步推進各項準備工作。全球網友亦持續關注事態進展，好多人透過官方渠道捐資或者發聲支持，期待呢對歷經磨難嘅虎鯨母子可以早日抵達理想家園，結束呢一年被困生涯。Vicky 同 Keijo 嘅故事令我哋見到善意背後嘅複雜。一項保護動物嘅法律，因為欠缺周全安置方案，差啲令本想保護嘅動物陷入更差境況。公園政府、國際機構之間嘅推搪，令救援一次又一次落空。真正嘅保護，從來唔係簡單禁止或者關閉就可以做到。對啲已經返唔到野外嘅生命，人類做出改變佢哋命運決定嘅時候，有冇準備好承擔全部最終責任？佢哋嘅命運最終取決於我哋嘅關注是否持久，行動是否理性。如果你都希望佢哋可以擁有真正安穩餘生，請分享呢份關注，令更多人留意到呢單事件。以上就係今期嘅全部內容，歡迎喺評論區同我哋互動討論。呢度係鍾 Sir 講案，我係鍾 Sir，我哋下期見。